維港口腔真正嘅舒適睇牙體驗，並非得個講字，佢哋唔只得把口。由踏入診所嗰一刻，親切嘅姑娘會為你妥善安排。過程中啦，維港採用先進嘅舒適治療技術，包括治療前可以幫你搽一層表面麻醉，令到打麻醉藥都可以無痛進行，有效減輕治療時嘅不適感同酸軟感。無論係剝牙、植牙定係更複雜嘅療程，你都會發現原來睇牙都可以咁輕鬆。睇完牙唔知張單幾錢，呢個情況唔會喺維港出現。維港口腔堅持免費諮詢，免費照 CT、X 光，會喺治療前提供清晰嘅書面報價、價目表公示，每一項收費都明碼實價，讓你預算清清楚楚，絕對放心，絕對安心。好似我今次過嚟，只係需要約好時間，坐火車到羅湖，跟住嚟到國貿金光華廣場就有間維港口腔。剝隻門牙先200蚊，種翻隻大牙先3398蚊，位置就腳方便，睇完牙就可以入商場食嘢 shopping。而家預約仲有首次洗牙植牙檢查優惠，快啲撳入簡介連結預約啦！